第二章，兄弟啊，论到咱的主耶稣基督降临，甲阮到伊迄位自集，我考劝恁，无论有灵、有言语、有冒我的名的书信，讲主的日子现在到啦，恁毋通轻易动心，也毋免惊吓。人无论用什么法度，恁总毋免互因诱惑，因为迄日子以前，的确有离道反教的事，阁有迄个大罪人，就是沉沦的囝显露出来。伊是至长子，关顾家己，超过一切称作神的，甲一切受人敬拜。甚至坐伫上帝的殿内，自稱是上帝。阮曉得恁迄位的時陣，捌將這個事甲恁講，恁袂記得嗎？現在恁也知影，迄個阻擋伊的是什麼？是叫伊到時陣才通顯露，因為迄個不法的瘟疫已經發動。只是現在有一個阻擋，等到迄個阻擋受除去，迄時這個不法的人的確顯露出來。主耶穌要用喙中的氣滅絕伊，用降臨的榮耀毀去伊。這不法的人來，是照撒旦的運動，行逐款異能神蹟，甲一切虛假的奇事。並且佇迄沉淪的人身頂，行逐項出得不義的詭詐，因為因毋領受愛真理的心，互因得救。所以安尼，上帝互因一個發生誤會的心，叫因信嘆虛妄，互一切毋信真理、反轉歡喜不義的人，攏受定罪。主所疼的兄弟啊，阮本該常常為恁感謝上帝，因為伊對起頭競選了恁，叫恁因為信真道，閣互聖靈感動，成做聖潔，通得救。上帝藉着阮所傳的福音，調恁到這個地步，通得到阮的主耶穌基督的榮光。所以兄弟啊，恁着徛得穩當，凡若所領受的教示，無論是阮的喙傳的，是批頂寫的，攏着堅守。但願阮的主耶穌基督，甲迄個疼阮、開恩將永遠的安慰，閣美好的盼望，賜予阮的父上帝，安慰恁的心，並且佇一切善行善言的頂面堅固恁。